各位靚女靚太，等我介紹下呢支咧神奇精華嘅秘密武器先，佢就係巨型積雪草啦。唔好睇佢個名咧咁簡單喎，佢嘅威力咧係完勝普通嘅護膚品㗎。就你睇下呢張對比圖先啦，巨型積雪草嘅葉片咧係大過普通品種成個手掌咁多㗎，唔止咁簡單啊，仲要經過韓國嘅實驗室認證，玻尿酸咧多到48%，即係話咧幫你塊面注水咧仲勁過去打水乾針啊。膠原蛋白咧多63%，令到你皮膜肌咧即時通翻脹啦，啲乾紋即刻唔見晒啊！抗衰老效果咧提升咗143%，你啲皺紋啊見到都識掉頭走啦。好似咧養 BB 咁樣照顧呢啲積雪草，特登喺濟州島起咗全球第一間嘅智能農場，365日咧恒溫恒濕咁樣照顧佢，仲要咧零農藥栽種，敏感肌咧都非常之適合使用㗎，防曬、防蟲同埋防污染，比人參咧仲要矜貴，風吹雨打都唔使驚啦。其他牌子咧為咗慳船運啦，所以咧會使用乾貨嘅積雪草，但係咧我哋堅持使用韓國直送嘅新鮮元帥，15日內即時採收使用。你睇下呢啲精華液嘅流動性就知啦，活性成分咧係多到即跳舞㗎，即時都 feel 到乜嘢叫新鮮嘅吸收力啦。韓國政府咧頒發咗獨家嘅專利咧俾我哋，直到咧2042年咧全韓只有 ICD 可以用佢嘅巨型積雪草嘅啫，即係話未來20年，如果你想用呢一隻神級成分咧，就只能夠揀我哋啦。而家買就係投資緊你未來嘅少女肌，所以話如果用 Rimmon 呢一套產品，佢入邊咧有巨型積雪草，唔係普通嘅護膚品啊，係用咗咧成個科研團隊20年嘅心血，韓國政府背書嘅肌膚再生神器。你成日睇到我素顏皮膚咁有光澤就知啦。你平時用呢一隻質地咧係好容易吸收㗎，香港人咧好怕立，但又同時想要保濕㗎嘛。呢一個 ICD 系列你哋一定要試下啦。